大家好，我係 Benny，今日想同你分享買樓做按揭前先避陷阱，避開呢5個陷阱，省心又省錢。陷阱一，只同自家銀行傾，好多朋友只揾自己銀行，佢哋識你，但都係賣自己產品，貨要俾3家，唔好把選擇鎖死。信用社經紀渠道專屬放款商，有時可以俾到更靈活條款或者更啱你情況。陷阱二，未做真預批就喺樓網上計算器，唔等於係預批，嗰啲只係估。真預批等於核驗收入，會問你拎合約，問你首期來源，仲可以鎖息90、120日。先睇到真實預算先出手，避免愛上一套120萬嘅樓，結果預批只得95萬，到時心碎又傷荷包啦。陷阱3，只盯最低利率，利率重要，但條款同樣重要。每年可預還比例有幾多？搬屋可唔可以 port 可攜帶？又要提早重做按揭，罰息點計？呢啲都影響總成本。好多時略高0.05%、0.15%，換咗更大預還額度，可攜帶更合理罰息，長遠更着數。陷阱4，忽視提前還款罰息浮動利率，多數係3個月利息，一般可承受。固定利率好多用 IRD 利差補償，要喺你斷約時，市場利率同剩餘年期金額可以好可觀。簽約前一定要問清，如果我要提前還款，罰息點計？最好攞到書面事例先決定。陷阱5，臨門一腳，別亂喐批離，唔等於收樓。臨近 closing 前，放款方會覆核就業同徵信，唔好換工，唔好加貸，唔好刷高卡，唔好幫人做擔保，保持現金流穩定，流水乾淨，直到冇鎖匙為止。重溫一次，多比價，先做真預批，釐清條款、罰息，由出 offer 到交樓，財務保持穩定。如果你想我幫你做真預批，比價清單，描述有預約連結，一齊將總成本壓到最靚。覺得有用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我係 Benny，下條片見。以上為一般資訊分享，不構成法律、稅務、投資建議。政策與批核以各機構最終為準。